6号上午，关旅局伫咧雅国 Visions 微醺参酒馆举办黄金海岸水路浴油气整体规划案的成果发表会。市长惠婷嘛特别亲身到现场来感谢中央各级机关的协助，让台南有机会继续来开创观光的旅游好所在。所以说，我想就在环港这样绕一圈，可以知道我们的这个月牙湾啊、黄金海那个美丽，我们西海岸线的美丽哈，还有我们这个安平港这边真的是波澜不兴。我们安平港的潮差只有48公分，台中港的潮差有3公尺，涨潮、退潮哦，所以码头涨潮的时候船在这边，退潮的时候船在那边哦，所以说我们的港口的这个地理位置跟它的天然条件是非常好的，哦，所以说我们雅果的洪董事长他们决定在这边把他们游艇基地做起来。他们本来也在其他地方有游艇基地，后来一个台风来就毁了，所以说在这边最好。那我们希望说，接下来延续安平港这么优越的条件，我们能发展观光，结合昆山，结合黄金海岸，打造我们台南市最好的这个观光休闲产业之一哦。因为安平港的涨退潮敢若差48公分，所以雅果游艇集团选伫咧安平来开发，透过结合安平港的条件，准备大力来带动台南的观光，打造完善的观光休闲产业。因为确实，台南的海域有60几公里哦，非常的长。那过去呢，其实在这个海洋的一个政策上面哦，不是那么的友善哦。那在这几年的努力之下，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向海致敬的政策发扬光大之外，也希望能够把海洋水域油气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哦，能够打开来，让大家知道清水接近海洋哦，其实才是台湾这个岛屿一个基本的特色。那再加上台南，我们有海洋，我们有平原，我们有山，其实我们有相当多丰富的物产啊，特别是海洋孕育着我们整个台南的这个沿海的这个各个我们的各区哦，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其实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哦，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那也能够透过我们的合作团队合拓哦，他们其实做了很大的一个工作室，我们其实在地方不断的跟我们的居民、跟在地社区的民众，我们的这些伙伴们，特别是在地的社区哦，因为其实观光产业它必须要整合在地的资源哦，要有人做，这个客人才有办法受到好的服务哦。所以其实这个计划我们办了非常多次的在地的一个公听会跟说明会，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讨论会哦。那也透过这一次一次的一个我们的爬梳，让今天可以在这里，我们有黄金昆生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黄金海岸距离第17线甲第86线的快速道路非常的近，伫交通上非常的方便，所以特别努力来争取经费，所以来每年的时阵来准备执行安南区到北门区的旅游轴线整合，继续努力来打造完善的旅游胜地。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